情亲像一阵雨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予我车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真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误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伊是风，是城，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是啦，绝对唔是的啦。你冇谁要讲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即摆已经决定了，我已经决定要跟你离婚。喂，小啊小啊，来，唔安尼啦，小可代志吼，咱都爱讲互伊清楚。你万请生气，先互阿呆将话讲完，啊要去的时阵，咱再过来去，吼。阿呆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无啦，啊，都说唔知影，我今日去找人的某啦。真的啊！你有听到无？连人的某也要找啦，当然嘛赚无钱。阿呆呀，但你是咧创啥？你讲话你嘛讲互伊清楚，啊讲到你无煞煞，啊连我嘛煞听无。哎呦，大金婆啊，我是去找阿坤啊因某啦。阿坤啊？哦，你是讲你家租客停车那个阿坤啊？是啊是啊，啊，都因某2年前离家出走。离家出走？嘿，啊，我看阿坤啊足可怜。含因迄2个查囝，一个小玲，一个小美啊，相依为命。啊，迄囡仔遐细汉，啊无妈妈伫身躯边甲照顾，嗨，我看着足艰苦的。啊，我毋知怎啊，啊规心啊，就我甲阿坤啊斗找因某安尼啦。是啊，哦，你就是为着找人，所以才会做无生理的哦。啊，我毋是做无生理呢，路边嘛迄足济人举手要甲我砸车吼，我一甲看吼，毋是阿坤啊因某，我都无爱载。赞。嘿嘿嘿，阿呆啊，你的名号做阿呆吼，啊其实你都无呆真巧咧，啊心肠阁好哦，无顾家己的生理，啊去帮忙人甲人斗找某，这款的精神，大金婆啊，甲你学了。阿呆啊，我倒倒嘛足欣赏你的。呀，多谢多谢。阿呆，你听我对你歹着。实在是累人哦。太太，你若了解就好啦。对啦对啦，安尼真好真好。哦，阿呆你这款的做法吼，嘿嘿，大金婆绝对甲你支持的啦。多谢多谢。大金婆啊，话虽然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阮阿呆哦，逐工去找人，啊，都无人趁钱来互阮啊咧，啊，阮的生活费是咧为哪来啦？哎呀，这做你放心啦，你免烦恼啦。阿呆啊，你对今仔日起吼，你规心做你去开客停车，做生意趁钱，啊，找人的代志交互我。无咯，恁找人，我嘛听一方面开车趁钱，一方面斗找啊。安尼得到哦。哇，对对对，真正得到。哎，使，进来。安怎？你做啥？找着啊？无啦，使找人哦，足好个呢。你讲这什么话？找人足忝的，你什么好？唔是啊，咱找人哦，一面找人，一面佚佗啊。哎呦，你拜托咧，找人爱专心，唔是要佚佗啦，较认真的好无？哦，行，过来找。好。佚佗一个啦，早就要转的。哎呦，你小够贪心的哈！我多强要搁佚佗。我迄阵要入来，我就甲你讲莫入吧，无可能的，伫咧遮，你都看咱无爱信的。你看这也无啥人啊，是要安怎找？我看这风景较水，较好佚佗啊。你是佚佗较重要，还是找人较重要？当然找人较重要。哦，你搁知影找人重要？啊，你搁一直贪死，先来去找人，
人若找着，看你要安怎佚佗，我带你佚佗一下到起来。行，带去别位找。行。好啦。足忝的咧。可是有影有够忝啊，喙大到要死哦。塞，哦，这好这好。第啦。啊，这上好。哦，塞，找规工拢找我无，伊毋知会走迄倒去哦。哦，你阁是找人遐尔啊简单哦，啊一两工就想要甲找互到哦，有啊甲无？我看哦，这无遐尔啊简单找啦，都爱阁经过一段不遐长的时间才找得到。啊，不了长的时间哦。哇，安尼真好呀！无，你即摆是在好啥哈？无，无，你莫假啊啦！吼，你就是讲你咧心肝想啥，我毋知哦。你嫌我袂当搁找互较久的时间，啊，等下互你加佚佗较久的，对无？你免笑死。可能是去迄个所在。塞，去什么所在？一定是去卡拉 OK。要若无吼，就是去库拉姆啦。要若是无吼，一定是去摸摸茶。摸摸茶。摸摸茶。塞，摸摸茶是啥？摸摸茶都，囡仔人有耳无喙，你问我这要创啥？我就是唔知啊。唔知上介好啦，莫知影遐济啦。我甲你讲，你乖乖住厝的等下待，我即马就来找人。塞，你要去倒啦？我会用地袂？袂用的啦，甲你讲，你乖乖住咧等下待就对啊啦。要去好耍的所在，拢无爱带人去。摸摸茶。小芬啊，我大真跋人嘞。阮知啊，嘿，我知，阮知讲啥要去什么卡拉 OK 啊？啥？卡拉 OK 哦。啊。啊，若爱去卡拉 OK 的人吼，比较拢较会唱歌哦。卡拉 OK 是咧唱歌啊？是啊。哦，莫怪哦，一定我歌唱到歹啦，阮使到歹，互我地去。哦。啊，若照你的话听起来吼，恁师吼一定足好唱歌的，对毋对？当然的啦，阮师以前是科班出身的呢。啊，什么科班啊？歌戏班的啦，伊阁是做唱生呢。哎呦，莫怪哦，我咧头一遍看到伊的时阵哦，才会感觉咧面色啊面色哦。毋是干那安尼尔咧，阮师当时做笑生时阵要出场哦，嗨，叮，唱，所有观众都行来拍鼓啊，热情的呢。拍谱啊？对啊。安尼毋对毋对？迄卡拉 OK 吼，无咧唱歌戏，安尼大概袂记迄个所在。安尼敢会去什么摸摸茶？特等诶。你食饭啦？秀啊，摸摸茶是咧创啥啊？哎呦，我嘛毋知。啊，小等下阿呆若转来时阵吼，无你再问伊，无条着伊会知影啦。啊，尾过来炒两样仔菜，吼，你食饭。气死我！气死我！呀，气死我！阿爸，你若是气死，咱查某囝要安怎？有影，你袂，你气死伊啊！嘿，有影，气死伊，气死伊啊！好啊，人，你莫伫遐踅来踅去啦，踅到我一个规个头壳拢要拱去。是啊，安怎囝，阿爸头壳嘛戆去啊！来，等下做，等下做。哎呦，阿爸，你等一下休息啊！无你安尼去听到袂流汗个，阿爸较切切的吼，唔敢啊！阿爸，啊是啥物人惹你生气啊？哎呦，莫阁讲，愈讲我愈气，气啊！啊是啥人？你唔着讲。大金婆啦！哈，大进步啊！啊是安怎？哪会惹你生气咧？你都唔知咧，我亲目看伊去地下酒家，哎呀，想袂到伊原来爱迄面董相鸾啊！董相鸾，阿爸，
你唔通安尼甲人乌白讲啊！是我乌白讲，是伊了乌白讲啊！哈，我亲眼看到，亲眼看伊甲查某囡仔呢有讲有笑，安尼过来塞来塞来去，落尾只有我摕钱予查某。哦，我看到到底是几十年都会掉，你们用要掠讲？阿爸，哎呦，我看吼，一定是你误会啊啦！什么误会甲误会？嘿，我手段，从今仔开始，我无爱插大节目啊！哼！干嘛呢？你若无爱插人，那安尼为什么你搁要军中人呢？这毋是军中，这叫做关心。好啊啦，不管是军中还是关心，你即马吼会用死心啊吼？咱吼来去垦丁公园佚佗，行？得，袂哩，你即摆要过来甲看，看你闭啥目？哼！阮阿爸就是安尼啦，死鸭硬喙皮。哇，阿呆啊！啊，我吼去卡拉 OK 找无人，你讲要带我去俱乐部找，啊，到底是倒一间啦？够啊啦，够啊！这间就是啦。吼，是这间呢？嘿啦，呆，嘿，你定定来遮哦？是啊，我无啦，是我定定来，较早啦，即摆毋捌啦。我甲你两个讲哦，小仔若是入去吼，恁都爱较规矩的哦，知影无？是，大进步啊，若规矩我是会啦，我是惊讲内底查囡仔若甲我无规矩，你毋好怪我哦。迄是你啊，那我小姐安那无规矩哦，我同款倒当规矩。有规矩上好啦，唔通后白来。行，好到嘞，大金宝啊，大金宝！哎呦，哇，秀霞，啊你是安那走到琵琶选，是厝内底发生啥物代志哦？是啊，你无伫厝内面生活，无你变我鼻面叫是安那厝内面有代志哦？哈？阿呆啊，安怎啦？啊，大佬也是为着你啊，对你的代志袂放心，所以我唔知佫走出来啊。啥物你袂放心啦？啊，我就惊伊吼，你的骨镜头佫徛起来，啊佫撩落去啊，所以唔知安尼先做啊。哎呦，你放心啦，拜托你啦，来这个所在哪有人娶某来，歹看啦。什么娶某来咧歹看？哎呦，你敢听看卖啦？迄当初时吼，你伫玩时阵哦，拢甲我讲，哎呦，秀霞，你个人哦，不但时阵美丽大方、窈窕佫活泼，气质佫赞，煞来佫讲我的体格吼，会是陆小芬的了。我即马讲，真啦。哎呦，秀霞，你是听对倒位去啦？那我是讲哦，若带你入去内底，去用看着歹看。哎呀，佫讲我歹看啦！你若开嘴合嘴就歹看，我简直是遐尼袂记情的哟。头一步啊，你一定要替我主持个公道的啦。好啦，阿呆啊，咱吼秀霞嘛是为着关心你啊，啊，所以既然就来啊吼，无你规气甲伊转去好啦，我含妥当个你来就会用的啊啦。啥？甲伊转去哦？安怎？你唔甘离开遮？无啦，毋是毋甘啦，是可惜啦。遮你就捌来过啊？你免入好啦，我毋捌来过，我常使来的。特别有趣啦，伊来我全老死。哎，过来你啊！哈？哎呦！无啦，人我是讲哦，野花哪有家花香啦？真是嘞哟！啊，那安尼吼，你即马就甲我这个家花转来去，一听，对了，大金婆啊，实在真歹势啦。啊，算毋知阮阿呆吼，讲袂用带某入去的，啊，若无我就即想讲，要跟恁斗阵入来去见识一下了。哎呦，无要紧啦，后摆还佫有机会咧，啊，你紧带转去吼。再见。咱哦爱来去翕屏节。歹势哦，翁的行来。知啊，伊带这个某佫袂歹啊，顾安顾遐尼调。后摆你若娶某，你就知。行，你来去。这是呢。哦，三啊，你看，因遮人哦，有够欠的啦，当然拢用洗拍啊。我做要啉一杯茶，就爱用摸的。啊！我知，这叫做摸摸茶。哎呦，我是咧讲啥啦？这是安怎？你平常问出来，我讲一声，要我惊死的哦。三，
我倒转搁爱受惊。哎呦，免惊啦，就是你会惊哦。我带你去收惊啦。你要带我倒受惊？来啦，别惊啦，来啦。菜椒啊，就是菜椒啊。心情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。阿爸，你毋是讲你无爱搁插大金箔啊？啊是安怎？搁共人对位车啦？我就是要带你来看伊落山真面目，你来。哎呦，无爱啦，人无爱看，你敢转来啦？来到这你要转去，转。听你做吼，大金箔会无欢喜。谁无欢喜？伊无欢喜，我无爽快啊！哈，我当作我看唔到人啊！过去我对一片的痴情，好，今仔日我慷慨要表现我男性的本领，我看你，呀，你来。阿爸，小姐，安尼啦，是因为吼，阮有熟悉两个查某囡仔吼，足可怜的啦，啊，都因妈妈吼离家出走哩咧。哎呦，哪有遮凶的老母啦？系啊，甲阮老母共款啦。哈，甲恁老母共款哦。那你有去找你妈妈无？啊，阮婿拢阿讲倒转找会着的啊。我相信阮婿的话，我毋知慢慢啊找。我就是为着我后迄个亲妹妹，甲我共款无妈妈，我毋知trou阮婿哦，出来自己找因妈妈。是啦，啊，所以吼，我就是讲要拜托小姐恁吼，小可甲我斗注意一下安尼啦。啊，那安尼你有你的相片无？哦，伊的相片哦，嘿哎有咯，拢嘛照条咧，贴出贴出。哦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啦，这个就是迄个囡仔伊妈妈啦。那安尼伊叫啥物名？伊吼伊是姓陈啦，啊名号做文英。哦，陈文英哦。嘿啦，我会记，我会记。啊，你若有伊的消息吼，麻烦你再甲我通知一下。会啦会啦啊，你来，我敬你一下，来。我嘛敬你。多谢哦，多谢哦。欢迎光临。哎，哎呦，等下啊，暂时嘛无人嫌安尼，啊来这款所在，佫家己带小姐来哦。你敢管？小姐，你误会啊啦，伊是阮阿爸，我是个查某囝。安尼啊？我也是要来找人。找人？啊。哎呦，大家来这嘛是拢找人的，你敢有实在想找？有哦。哦，对啊。哦，原来是带查某囝来找老母的啦。迄个做我的查某囝老母做我的某，我的某会来花天酒地，你们早就甲热死啊！安尼。谢谢啦，谢谢。来，啊那安尼就对啊啦。我遮吼有一点仔小意思啦吼，啊你莫嫌少啦，来，摕去做收尾哈。无啊，你做啊尼好，这钱我唔敢收啦。唔通讲安尼啦，你都爱甲我收起来，若无我会歹势咧。来，摕去用，摕去用。你要紧啦，真无你做人遐尼好。哪有影大家拢嘛安尼讲？钱叫人摕去，哈，大家嘛学落伊好。哎呦，这波你们较早用过头的啦，应该是来记在你过条啊。那恁在斗三块？啊，200嘞！哎呀，我话慷慨，我当恁来遮要创啥？奇怪啦，你用来，我袂用来上。唔当你是咧安怎？你是去食着炸药哟，火药味啊重。你哪知？我食着伊拉开原子炸弹啦。啊，原子炸弹啊！你呀，无意思啦，啊！我无意思，啊，我是安怎咧无意思？你若无伴，你甲我讲，我只一边边咧听候你，哈！你安查这个所在？我来这所在是咧安怎？啊，你安尼讲甲安尼雾煞煞，我拢总听无呢。你听无是？嘿啊，爱听清楚者。当然的啦。你就是心理变态。啊，心理变态。对啊。啊，200嘞！你敢侮辱阮婿？啊好你啊你！你暂时莫插伊，互伊搁继续甲我批评，看伊要讲安怎？讲安怎批评？你无够资格当批评，你爱用个妈的。啊，过去我足尊重你，足欣赏你，今仔才看出你庐山真面目。哦，看到我的真面目啊！嘿嘿，那安尼咱借问一下吼，啊，我的真面目，唔知是还阁真有气，还是已经真乖哈？拢唔是。唔是，啊无是安怎？拜托你讲较清楚好无？好。你讲啊！
同性恋 AIDS。好啊，啊你。真情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家翁也陪。嘿，你搁敢来？你这种人阮无欢迎啦。兔童，来，卖生气。安怎？袂使生气，我甲袂啦。哦，你真敖呢？讲阮婿啥物心理变态，同性恋。哎呦，这是误会啦，我都唔是这个意思，你哪里6岁咧，你5岁。卖生气，好，啊，我讲啦，卖生气啦，啊。讲一句长啦讲，你要爱水讲啊电讲。我先说啊，你讲啦，假使阮婿我要原谅你哦，我嘛袂原谅你，你死心啦。兔童，我参详一下啦，啊。免参详啦，当时你摕讲这讲我的头时阵，你敢有我参详的余地？你当遐无记住啦？当然的咯，我特当的呢。哦，你搁讲啥我欺师灭祖咯？哦，要替阮婿再清理门户哦。哼，我来讲，今日改我吼。兔童诶，阮爸爸嘛是好意，你莫怪伊啦。好意。啊，2撇的啊，你敢侮辱阮婿，敢破坏阮婿的名声哦？我甲你讲啦，我要替武林当道吼，结果你这败类啦。哎呦，你讲遐歹听，咩话就较好听咧。好听，人渣啦！我甲你讲，好等你等下等我。兔童啊！阿爸，我看咱紧行啦。要紧，无代志啊。无代志，我要你有代志啦。兔童诶，莫安尼啦，有代志好好啊讲啦。讲，我甲你讲，哼。哟，这支咧熟悉哦。你当然嘛熟悉，这支就是你牵我头壳迄支啦。今仔日吼，有我特动报仇的机会，我要你试过嘛头壳叫讲这肯定的滋味。大进步为着要帮助阿坤来找找陈文英的下落，所以来引起了慷慨误会。想要到代志愈变愈大条，兔童的为着师傅的民主问题，这些俩讲要来修理慷慨，趣味，真趣味。大进步是要如何来排解呢？还阁有陈文英到底是伫倒位呢？敬请明仔载同一个时间继续收看大进步串江湖。想当时的海边，使人头醉，有情话有笑声，糖甘蜜甜。你讲要保持一个经典，为何你心内断情丝？啊，伤心的珠泪，伤心的珠泪滴落海水。激动的波浪，激动的波浪，替我抗议，你无情。